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咱的总统赖清德是要打电话甲 Trump 恭喜，不过即阵总统府是已经否认，强调讲是有指示驻美代表处发函祝贺。也若是台美中的关系未来是安怎发展？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，中共是一直咧变步，要互台湾人无信任美国，这款手段未成功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确定选调，将会搁再返来白宫。咱总统赖清德伫第一时间就指示咱驻美国代表处发函祝贺。外国媒体彭博社报道，总统赖清德有想要甲川普通电话。到目前为止，并没有规划另外再致电去表达祝贺之意。因为川普伫顶回上任时阵，就是甲咱前总统蔡英文通电话，登上国际版面。李伟关心外交部敢有直直努力促成赖川通电话或者是见面。未来会不会尝试？我想随着他选举结果都底定，好，那这个人事的布局，好，我想这个沟通的管道是有的。川普选调也看重美中台三方的关系，针对中共一直伫咧操作疑美论，以后可能会采取行动。外交部认为，中美之间是维持到伫无派对的进行，但是无排除中共会调降伫咧美国选举了的交接期，伫区域扩大破坏地带策略。刘伟辉分析，中共对台会维持两硬两手的策略。以美论是没有必要啦，在美台的经济整合啊。好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啊。如果没有了台湾跟美国的这种伙伴关系啊，那美国也很难再次伟大。这几年看下来，美国的对台政策跟对中政策其实是相对稳定的，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。针对川普话讲，要和美国再一遍伟大，林佳龙强调袂硬无台湾，因为美国国会挺台湾的力量正强。林佳龙表示，参议院这边有30几位友台小组的成员，9位面临着改选，已经有6位连任。因为众议院方面有4位共同主席拢顺利连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